大家好，我是冲仔。今仔日我要来分享要安怎写台罗拼音。头先是辅音的部分，波波坡坡的的特特个个科科滋滋吃吃喝喝么么呢呢呢呢么么个个了了丝丝日日有几个爱注意的？这是波波无无波无，过来即个个个个个，好，阮为头过来一摆，波坡的特个科滋吃喝么呢呢么个了丝日，过来是元音的部分，啊啊伊伊有有诶诶乌乌学过来是偏化元音的部分，啊啊啊伊伊伊有诶乌过来是为辅音来的元音，嗯
黄色的敢若看袂出来。好，过来，我想要用几个词来示范头拄仔的音。第一个，毋通，毋通，通，毋通。以后莫阁写毋通，这是毋对的。第二个，简单的。第二个，发大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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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烧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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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圆仔，圆仔，圆圆仔，圆仔。上尾是声调的部分，声调的部分呢，以后才阁讲。我是冲啊，再见。